人行夜別要轉為晨光，道正更照耀輝煌。基督國度別降臨地上，全地充滿愛與光。家族豐收8又同大家見面啦！過去幾個月冇見大家，又喺呢度呢，就同大家分享過去仲有好快就結束2016年。喺過去呢一年裏面呢，我同太太 Grace 喺澳門都係有帶領我哋嘅屋企人啦，同埋我哋一啲嘅朋友啦，去認識主耶穌基督。我哋喺新嘅一年裏面呢，亦都好似以賽亞書佢裏面所講到第60章第3節裏面呢，佢所話：列國要來就你的光，列王要來就你發出的光輝一樣。喺新嘅一年呢，我哋就會喺日本東京呢一度呢開始直堂嘅宣教嘅事奉。求天父呢，我哋喺新嘅一年喺日本呢都帶領更加多嘅無論係華人啦，或者係日本人啦，都係去到好似呢一節嘅經文裏面所講，去到神嘅面前，去到神嘅光，去到佢嘅愛同埋佢嘅光都充滿佢哋每一個，亦都包括係你哋每一個。喺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！2017年我哋再喺家族豐收裏面第9集再同大家見面，新年快樂！